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62天，同时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62天，也是穆吉塔巴音尽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62天。你看最近关于穆吉塔巴的传言是越来越多伊朗的总統佩泽西奇公開逼領袖穆吉塔巴現身，這非常罕見我們下面再說，先說一說這個美國開始放風說霍爾木茲海峽協議馬上就要達成。首先是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他說美國與伊朗可能在未來1-2天內，就是這個周末達成一項為期30至60天的臨時停火協議，以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幫助平抑能源價格。這個貝森特他說未來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就沒有那麼重要了，為什麼呢？因為海灣國家他們都在建設管道他們的能源出口逐步轉向管道運輸，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略重要性可能在2年內大幅下降。這個說法你不能說他錯了，但是貝森特現在出來表態給人感覺特朗普是不是進一步想降溫我也不能說特朗普想撤軍不打了，但是你想這種事情按理來說要麼是萬斯出來說，因為萬斯是主要參加談判的，對吧？副總統，要麼是國務卿盧比奧出來說，但是盧比奧兩個人都不知道躲哪兒去了，現在都成了縮頭烏龜不表態，肯定這事情比較棘手怎麼表態都不太好，容易引火燒身。所以這個財政部長貝森特跑出來說話，這個第一，這是比較蹊蹺的地方按理來說應該盧比奧出來說，要麼就是萬斯，實際上最好是特朗普出來。但是特朗普說這種話那是不是就給大家的解讀是吧？那個他退卻的意味就更濃一點，所以讓貝森特出來說話，這是第一個身份的問題。第二個呢，貝森特這個說法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種要在霍爾木茲海峽讓步的意思，就是說霍爾木茲海峽沒那麼重要了未來這個油輪很少從那兒走了，所以說伊朗想收費就讓他收唄，能收多少錢呢？沒什麼影響，大家都通過管道，所以這個原油的成本反而還會下降，油價會下降。所以他說這話潛台詞給人聯想，那就是美國是不是要讓步了？朗子堅持在那收費，堅持要管理，特朗普睜眼閉着眼當然這種遐想在裡面有這種說法在裡面。一名美國官員向路透社透露說，伊朗與阿曼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已取得進展，預計很快能達成協議。該官員表示，一旦協議宣布恢復不受阻礙的商業航運，美國將解除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不過，美方的行動將繼續以實際執行情況為依據，並與伊朗履行承諾的情況掛鈎。這個美國對伊朗的封鎖也是讓伊朗非常難受根據《金融時報》報道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因美國海軍封鎖加緊而幾乎停滯。新航運數據顯示說德黑蘭最重要的出口碼頭已經近1周基本閒置，這威脅到該政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金融時報》報道至少1周內沒有一艘油輪在伊朗的哈爾克島碼頭裝載原油，這表明美國重新實施的海軍封鎖可能已有效停止了伊朗的原油出口。哈爾克碼頭負責伊朗約90%的石油出口，自7月31日起基本處於閒置狀態。衛星圖像顯示，所有3個裝載的泊位均為空置，而錨地就是那個船舶停的地方錨地僅剩16艘船只，這是上月初以來記錄的最低數字。監測組織反伊朗聯合會表示自7月12日起，沒有一艘裝載伊朗原油的油輪成功離開波斯灣。你看，這一轉眼又封鎖1個月了這1個月，伊朗都沒有一艘船能出去。目前德黑蘭仍從停火期間運出的貨物中獲得收入，也就是在美國第2次封鎖之前那個時間窗口出去的貨物，油輪現在還在賺這個錢，這個錢現在有的已經慢慢回頭了但是金融時報也說
它如果出口未恢復，這種收入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枯竭。報告補充稱，伊朗和阿曼已就一條新航運路線的坐標達成一致，儘管自週三以來尚未報告有實質性進展。那美國就拿這個做誘餌了，如果你達成了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協議，停火，那麼美軍解除封鎖，那伊朗現在正盼着解除封鎖。美國官員稱，與伊朗的新協議可能就在今晚宣布，同時已發出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將面臨嚴重後果。不用懷疑伊朗和美國為霍爾木茲海峽一定會翻臉的，也就是在中期選舉之前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就是簽了協議也沒用。我們看看伊朗的說法這個鳳凰衛視駐伊朗的記者李瑞從德黑蘭發回報道說伊朗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協議已將近達成，伊朗方面稱正在等待最高精神領袖穆吉塔巴批准，雙方已敲定新航道議題，但收費問題尚未對外公布。伊朗表面上是和阿曼談判，實際上是在間接的和美國談。如果美國不同意伊朗掌控海峽安全的訴求，伊朗便不會簽署該協議。美伊正在進行最後的博弈，也就是伊朗第一步首先他最低要求是要美國承認他要掌控管控霍爾木茲海峡。所以我們在以前就說了你跟伊朗正儿八经的坐下來談这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就已經是失敗了。對特朗普來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基本上就這樣，等待這個伊朗和阿曼最後公布這個協議到底是什麼個協議，看看特朗普會是什麼樣一個反應。根據央視報道倫敦時間7日晚，實際上就是昨天一名海員提供的彭博無線電公共頻道錄音顯示，霍爾木茲海峽東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襲並起火，船員在組織滅火的同時緊急呼叫救援。錄音顯示，事發地點位於阿曼海岸附近，船只遇襲後機艙起火。誰打的呢？對吧？不用說又是衛隊。所以現在這個朗子的主和派在跟阿曼談判，然後他們的協議具體的特朗普能不能滿意，這還是個未知數。但是我看這個衛隊是不會滿意的，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這協議簽了也沒用要不了多少天呢，雙方也把它撕毀，接着打一頓呢。那麼今天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也是比較有意思的一個內容就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一項名為麥加協議的聯合防禦協議。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已經簽署了雙邊防禦協議，現在又把這個沙特給拉進來，三方又簽一個，這個很有意思大家把地圖打開一看就知道了這個土耳其在伊朗的西北部，巴基斯坦是在伊朗的東部，沙特呢是在伊朗的西南部。你就发现这三个人是个三角形正好把这伊朗框在里面。也就是说你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你哥仨準備幹啥？你是幾個意思你們搞個麥加協議，這個麥加協議是聯合防禦協定顯然就是針對伊朗的。這禿子頭上虱子明擺着的，傻子都能知道。所以這個朗子馬上就不爽了路透社報道麥加共同防務協議簽署背景正值中東局勢加劇，沙特面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協同襲擊風險之際，外界普遍認為該協議旨在對抗伊朗和制衡以色列。協議明確包含了類似北約第5條的集體防禦條款，旨在增強針對外部侵略行為的共同威懾力。除了共同防禦承諾外，三國還將推進在情報共享、防務產業聯合項目，如無人機技術、防空等全方位防務領域深度合作。為什麼說是針對伊朗的呢？因為伊朗回應了，其他國家人都表示跟我無關你們愛搞啥搞啥，你們三個人搞基就搞基吧，對吧？你們愛震啥震啥。只有朗子不爽。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發言人雷扎伊，也就是最高領袖的軍事顧問雷扎伊在 X 平台上發表內容，他說沙特應該意識到，與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達成的書面協議並不能為他們帶來安全，就像多年的美國單邊主義剝削也未能為他們帶來安全。解決問題，這樣你就不用再向他人祈求保護了。
按理來說啊，你這個朗子现在正在跟美国、以色列打仗，对不对？你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不是针对你的，那你有必要回应吗？你别人都不回应，你就装作不知道呗，没看见，对吧？爱咋地。結果朗子跳出來回應呢，恰恰說明啊，這個就證明了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是針對伊朗的。人家哥仨簽一個共同防務協議，朗子坐不住了，人家是防務協議啊。就是什麼防務協議是什麼意思？你沙特要主動打人家，那哥倆是不上的，也就類似於北約的第5條啊。你如果主動打別人，那哥倆不管。但是如果你遭到別人打擊侵略，那麼那哥倆必須要上，這叫共同防禦。那你說沙特簽了個這玩意兒，你伊朗你着啥急呢？對不對？你又不打算打人家，那伊朗坐不住了跳出來，恰恰說明啊。對吧？這就有點像那個烏克蘭說我要加入北約，那地保不同意，為啥？這是一個邏輯啊。你如果對人家沒想法，人家加入北約唄。好，這個為此啊，埃爾多安還出來講話啊，針對伊朗方面的這個強烈反應啊，埃爾多安說啊，我們簽的這個協議啊，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純屬防禦性質，是為了避免直接激化與伊朗、以色列等區域大國的正面外交衝突。所以這裡面好好說到這事啊，大家一看地圖就知道了啊。這個伊朗的抵抗之弧啊，那個弧就像一道弧線嘛。伊朗的地區代理人武裝，他對抗的是誰啊？很多人說那不就是對付美西方和以色列嗎？實際上錯了啊。你在地圖上只要把這個抵抗之弧所在的位置你一劃了，你就發現這個抵抗之弧實際上，你與其說是對付美國和以色列，不如說它是包圍沙特。你看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在沙特的北部，胡塞武裝在沙特的南部，把它夾在裡面，對吧？伊朗在沙特的東部，某種程度上啊，就是在包圍沙特。所以沙特為什麼啊給了巴基斯坦80億美元，也幫助巴基斯坦度過財政難關。巴基斯坦差點就爆雷了啊，他債務到期沒法這個償還，沙特給了80億美元啊流動性。那條件是什麼呢？條件就是後來沙特跟巴基斯坦簽了這個共同防務協定，軍事同盟。現在再加上個土耳其，這沙特就很厲害了啊，就是中東版的北約，也不能說啊，就是中東版的北約、小北約，或者是類似於北約這麼一個組織，就有了雛形。這3個國家都不一樣啊，很不一般。先說沙特呢是土豪，對吧？中東最有錢的，而且也最願意花錢。這個沙特啊，一年軍費啊，好像也是好幾百億美元呢，大幾百億啊。也就是據說它軍費在全球排前10名，全球這麼多國家，沙特的軍費啊開支全球排前10名，你就知道他有錢。但是我們也不知道那個沙特錢花哪兒去了，那沙特那個部隊好像不行是吧？人家就是有錢買武器，全球採購，對吧？大國的武器他也買，還有俄羅斯的他也買吧，美國的大雜烩，反正人有錢就是買。中東土豪最有錢，而且他的錢還源源不斷。這第二個，巴基斯坦那就更了不得了啊！巴基斯坦是整個穆斯林世界或者叫穆斯林國家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就衝這一條啊，人家就，對吧？都得給走個面啊！你別管人家窮還是富，對吧？你別管人家是咋樣，人家是整個阿拉伯國家，就是穆斯林國家唯一的擁有核武器的。沙特拉上他心裡踏實啊，對吧？誰要對我用核武器，我這兄弟，对吧？人家也有，腰裡也憋着煤氣罐，对吧？你要都冲我用核武器，那你看着办。第3個呢，土耳其那更不一般，对吧？土耳其那首先人家也是老牌，是吧？以前的軍事強國，在過去啊，300年前是不是啊？100年前奧斯曼帝國嗎？第二，人家好像是北約裡面唯一的啊穆斯林國家，人家是北約成员國啊。但是不是唯一我記得不太清楚啊，但反正土耳其人家是北約，对吧？你也別管人家有錢沒錢，軍事實力怎麼樣，人家是北約成員國。第二個，土耳其還是北約裡面那個陸軍啊，也是軍事相當強悍的一個國家。你看這3個人強強聯手，把伊朗包在中間，這就是為什麼伊朗他馬上跳出來，對吧？進行批評的原因啊。你這幾個意思啊？你們這些要幹啥呀？
所以有很多網友老說啊，什麼土耳其支援伊朗，那有時候你把這個水沒看清楚，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一個又窮又恨的人打交道，窮恨的。你恨可以，對吧？你得有錢呢。哎，你有錢你恨不要緊，那我跟着你混，好歹有個3瓜2棗的，能把自己变富。伊朗這種又窮又恨，你說誰願意跟他打交道？這第二個呢，伊朗他是什葉派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都是遜尼派為主的。所以說啊，你看看，這顯然沙特趁伊朗追，人家搞了個聯盟，把伊朗給反包圍了。本來是伊朗包圍沙特，通過他的这個代理武裝、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等，現在沙特搞了個反包，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啊，這個朗子啊，他就是特朗普撤了，他在中東這個空間是越來越小，他在搞什麼輸出伊斯蘭革命，對吧？什麼革命衛隊，什麼什葉派，這個玩法未來空間越来越小，玩不下去了啊！因為你看鐵三角，這就是鐵三角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把這個伊朗團團圍在中間。而伊朗北部是誰啊？伊朗北部是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又是土耳其的小弟啊，對吧？那是仰仗土耳其啊。所以說啊，現在啊，沙特这個他們搞的鐵三角，人家說了，歡迎中東的這些國家加入。現在中東這些國家都在觀望，哎，看你朗子反應大不大。如果朗子反應不大，約旦人家馬上就加入了。約旦一加入，你再冲我這放導彈，你得小心一點，是吧？咱也是有組織的人。然後巴林、什麼伊拉克、什麼阿塞拜疆等等啊，這些穆斯林國家都有可能要加入這個鐵三角啊。最後我說的這個叫中東版的北約嘛，雛形它已經成了。沙特有錢，巴基斯坦腰裡別着煤氣罐，土耳其有軍隊，哎，人家軍事實力很強的，對吧？馬上就要部署什麼 F-35，對不對？跟特朗普現在是眉來眼去，人家是北約國家，所以你看啊，這個朗子為什麼他非常生氣啊，破防了？這背後啊都有美國在後面，對吧？如果美國搗亂的話，他這個3個鐵三角也很難形成，對吧？特朗普過去施壓，哎，他不能加入，特朗普可以把他攪散，但是特朗普沒有攪散，那說明什麼？這說明背後就是美國在默許，讓你們這些王爺國吃個定心丸。哎，我美國你們不相信，美國隨時可以搬走嘛。伊朗是你們搬不走的鄰居嘛？那行，你們這鄰居之間，對吧？形成一個同盟，你們一起對付朗子，哎，不就這意思嗎？你們這王爺國，你害怕的吧？你總是怕我美國到時候拍拍屁股跑了。那現在好了，你們對吧？強強聯手，所以你看啊，這對伊朗來說，這絕對的是個打擊啊！這個實際上是中東啊最大的一個變局，未來中東這個安全形勢啊，利益格局就這麼劃分了。巴基斯坦拿着煤氣罐，對吧？然後可以跟着中東這些王爺國後面啊，一起發財賺點錢。那是啊，土耳其經濟也不咋地啊，對吧？人家有軍事，經濟不行。這回好了。那麼還有一個重要新聞就是，關於伊朗國內的這種內鬥啊，現在已經白熱化，已經浮出台面，對吧？再也不是在桌子底下了，已經鬥到伊朗的國家電視台。這個8月5號啊，伊朗總統在伊朗國家電視台發表對伊朗全國人民講話。那在這個講話裡面，我們昨天都介紹了啊，實際上就是在逼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現身。當然了，他也表揚了穆吉塔巴啊，說有這麼一個最高領袖，那是我們的力量象徵等等一大堆的，說了半天，然後話鋒一轉，說我啊想見最高領袖非常困難，見不到他。這第二個呢，最高領袖的，因為他不現身，對吧？他決策過程不透明，那就沒人跟他商量，所以最高領袖這個決策過程就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你看，這就是在一個國家的電視台對着伊朗人民講這樣的話，把跟至少伊朗內部啊這種派系鬥爭向伊朗人民和盤托出。這就是伊朗的這個叫西裝派或者叫主和派反擊。我覺得蹊蹺的是什麼呢？我覺得蹊蹺的是這一次這個伊朗國家電視台它是伊朗這個衛隊掌控的啊，因為上一次這個佩斯西講講話講了一半被人家掐斷了嘛，這次沒給他掐斷，為啥？所以這個很蹊蹺啊。
那麼在這個講話裡面，佩泽西奇揚還講了很多啊。你比如說，他談到了大國，他說啊，為了生存，我們必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當然了，佩澤西奇揚這一切啊，他都是為他跟美國談判在辯解，對吧？也就是這個主和派的主張路線進行辯解。他就在伊朗國家電視台啊，坐在椅子上面，對着鏡頭，在那兒，我看那滿頭大汗呢，不知道可能是停電還是怎麼熱吧，還是怎麼着啊？他說啊，何時戰鬥，何時和平，何時各自為政，也就是伊朗要有自己的決策，我們要清楚的知道這些。大國和美國是朋友嗎？大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对手，但他們為什麼不開戰？也就是既然大國和美國之間是最大的競爭对手，那怎麼美国不打大國呢？大國也不去打美國呢？因為大国專注於自身發展，並且日益強大。這個是佩泽西奇揚說的啊。佩泽西又承認啊，他說啊，在海峽某些地區，就是霍尔木茲海峽，他們聲稱我們沒有遵守協議，所以對我们採取了行動。也說美國啊，特朗普說伊朗沒有遵守協議，所以說才打伊朗的。好，佩澤西奇揚說了啊，他說啊，我們違反規定的船只進行了軍事行動，然而有些人卻跳出來指責我們是叛徒，或者說我們沒有履行協議。佩澤西奇揚說啊，有些人堅持要開戰，這正是以色列所希望的。如果他們試圖強迫我們屈服，我們將奮起反抗，我們絕不退縮，絕不低頭。但是既然我們能夠維護自身權益，為何還要繼續衝突呢？這正是以色列想要的。你看啊，佩泽西奇揚就在這說什麼？說伊朗的強硬派就想着跟美國打，你要跟美國打，正好上了以色列人的當，以色列人巴不得你跟美國打啊，這就是主和派他的主張啊。這還沒完啊，這是他談到了大國啊。那佩澤西奇揚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啊？就是我們安心發展經濟吧，不要動不動去輸出革命，一會兒要去滅了美國，一會兒滅了以色列，滅這個滅那個，我們專注於搞經濟，把國內的事情辦好。這佩澤西奇揚就是這意思，老百姓能吃上飯，一天到晚的輸出革命，對吧？要滅這個滅那個，要統治地球。這個還是魯哈尼說的啊，魯哈尼前總統魯哈尼更不客氣啊，他就直接接受媒體採訪說，他是伊朗有一批人就想統治地球。伊朗前總統魯哈尼炮轟主戰派，他的態度很明確，只想着發國難財的革命衛隊其心可誅。人家直接說了啊，這革命衛隊就是在發國難財，其心可誅。魯哈尼的話在主戰派聽起來直白且刺耳。他說啊，伊朗有些人傾向於戰爭與動盪持續下去，因為他們能從混亂的局勢中謀取經濟利益。事實上，他們就是制裁的獲利者。可能很多人呢，第一反應啊，不一定能意識到伊朗內部究竟哪些人會因為西方的制裁而獲利。這個大家都知道啊，本來你有大路可以走，但是大路被堵住了，那只能走小路。走小路你就不受國家監控，誰能走小路呢？那就是卫队。革命卫队一旦走小路，他就不受什麼伊朗的央行啊、伊朗的金融系統的各種监控监管，对吧？人家另起炉灶，他就開始走私了，大量的錢不受伊朗這個文官體系監控，那個錢進了哪兒都不知道啊。但是這個大家就明白了啊。昨天啊，8月7號，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郵報和以色列時報轉載了伊朗反對派媒體伊朗就是國際的報道。報道援引兩名據稱接近伊朗總統政府機構的匿名消息人士的話稱，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從未在美伊聯合空襲伊朗後會見過任何伊朗政府成員。這兩人稱穆吉塔巴病情危重，已被緊急送往醫院。伊朗政府最高層流傳傳言說，穆吉塔巴正處於極度危急狀態，可能隨時會死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稱如果我們很快得知他殉道的消息，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上述說法並未得到伊朗官方證實，伊朗官方也沒法證實因為誰都見不着佩澤西奇揚穆吉塔巴呀，連佩澤西奇揚都見不到穆吉塔巴，是吧？佩澤西奇揚自己都在電視台說了，他見最高領袖非常困難。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格齊是不是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說過，是吧？
阿拉格齐到現在沒見過穆吉塔巴，他比佩泽西還慘。佩澤西西安還說他見過一次，是吧？在一個拉着窗簾的昏暗的一個轎車裡面，他看不見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也看不清他，他只能聽見聲音，而且還不能握手，不能有任何接觸。我在想啊，這都是主和派對強硬派的一次公開反擊，對吧？前不久那個強硬派出來反擊嘛，說穆吉塔巴說了啊，如果你即將再要辭職，不是即將28次辭職嗎？你再要辭職，這回就同意了。好，這後面是不是佩泽西江就出來在電視台反擊，是吧？說我見最高領袖非常困難，然後最高領袖這種神隱，是吧？給他的決策過程被人利用，制造了混亂，開始公開炮轟啊！我說了嘛，這就是主和派逼穆吉塔巴現身。好，你穆吉塔巴不現身，是吧？那現在外面就傳言穆吉塔巴死了。如果你不出來闢謠，那他就死了。那後面再什麼指令，对吧？穆吉塔巴的指示，那些大家都可以不信，不執行。最高領袖已經死了，所以這個實際上就是各種手段都是逼穆吉塔巴露面，你得自己證明活着。現在為止，對吧？沒有一個人見過他錄像，對吧？視頻都沒有，這個不正常。你可以錄音，對不對？聲音也沒有，只有那個所謂的書面聲明。而那個書面聲明啊，有很多人那個網友這個通過這個書面打出來那個文字啊，他們判斷這個是在哪一台電腦上打出來的。哎，最後一查，這書面聲明好多都是從衛隊的這個打印機啊，電腦上面打印機打出來的。衛队辦公室啊，這個伊朗的強硬派啊，革命衛隊部分勢力堅持對抗立場，主張維持高壓威懾，堅決拒絕向美國做出實質性讓步，以防損害政權的合法性與安全底線。那麼在策略上，強硬派充分利用當前最高領袖聯絡不暢的真空期，不斷誇大內部路線分歧，並在社會上散布文官政府軟弱妥協的言論，試圖借此阻撓任何可能停火和緩和協議落地。佩澤西西揚這番言論坦言啊，就是在電視台啊公開說話，是伊朗高層權力結構不穩定性的一次集中和有意的泄露，把內部鬥爭、路線之爭、最高領袖，對吧？死活一下搬到電視台，搬到伊朗人民面前，表明穆吉塔巴雖然掌握了最高權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親般的絕對且順暢的統御權威。在外交決策進入最關鍵的攤牌時刻，伊朗決策層內部的路線之爭已演變為對領袖決策過程的直接爭夺。所以我們一直說啊，這朗子內部內鬥還沒搞明白，特朗普在跟誰談呢？談了有什麼用呢？你跟這個主和派談完了，回去衛隊不承認，或者衛隊暫時承認，或者衛隊他不表態，過2天一不高興，對吧？霍爾木茲海峽又放幾個水雷，有什麼用呢？對吧？談了得不到執行。所以我一直說啊，這個特朗普啊，就是在耽誤時間。這一看，特朗普鐵了心是要耽誤到中期選舉之後了。不過啊，在美國，在其他國家這種高壓之下啊，再加上朗子內部經濟完全崩潰，所以說朗子內部啊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以色列、美國加以利用，那毛拉政權啊可以说是凶多吉少啊。畢竟啊，伊朗內部這些溫和派、這些所謂的改革派，已經把矛頭直接對準了衛隊，而且把這矛盾都已經挑明了。接下來不排除啊會出現火並，這個完全有可能，對吧？甚至有可能啊，朗子要發生什麼軍事政變，到時候把你佩泽西江一軟禁，阿拉格齊一軟禁，這些都不是不可能啊。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